你给朕解释解释，刚才那8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回皇上的话，皇上早前下旨封太妃娘娘为太后，这就等于赐给果亲王爷一个嫡传的名分。这其实倒也没什么，只是从长远考虑，皇上此举大大不妥。继续说。皇上请想，果亲王爷只是庶出之子，根本就没有资格继承皇位。但皇上如今口谕一出，果亲王爷立刻变得可以继承皇位。那么果亲王爷不但手握兵权，而且他在朝野有甚广的人脉，以后势必会成为和各位皇子争夺皇位之人。所以臣今天写这8个大字，只是想提醒皇上，不要给自己埋下一个以后很难除掉的祸根。就凭你这3言2语，就想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？皇上觉得臣是在离间你们的兄弟情？臣其实是想提醒皇上防患于未然。皇上请想，自从唐朝的玄武门之变到我们大清的多尔衮专权，哪一桩哪一件不是蓄谋已久的？所以，皇上为什么要给自己埋下一个祸根呢？再说了，臣也是在为果亲王爷着想。一旦事情有变，果亲王爷也未必会落得个什么好下场，就像以前的8阿哥、9阿哥一样。所以，臣是在帮助皇上，去维系皇上和兄弟之间那微妙的关系。可是口谕已下，朕除了裁减太后的殡仪之外，不能反口的。可以反口，口谕既是口谕，那就是毫无证据。只要皇上治果亲王爷一个假传圣旨的罪名，那一切想必会迎刃而解了。假传圣旨可是要杀头的，那要看皇上的意思了。想杀皇上便可以杀，不想杀，皇上也可以留着。太妃娘娘刚过世，朝廷要大赦天下，所以把果亲王爷抓进去，先关他几天，再放他出来，相信不会有人有什么意见。而且皇上的仁政会被口口相传，成为一段佳话。皇上说是吗？哼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哪儿当差？卑职李卫，神武门3等侍卫。哦，3等侍卫。以你的才华，3等侍卫实在是太可惜了。谢皇上夸奖。起来吧。参见果亲王。你们几个把灵堂里的东西换一下。这。你们干什么？放过去！王爷息怒，这是皇上的意思。皇上口谕，已经封我额娘为太后，怎么会出尔反尔呢？放过去！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你们都下去。这。皇上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皇上要让额娘在地下都不能安心吗？朕从来就没说过封额娘为太后，你假传圣旨，还在这里叫嚣。额娘一生在宫中克勤克俭，任劳任怨，没有任何要求。她这一生只有一个心愿。皇上，难道连这个皇上都不能满足额娘吗？皇上忘了，皇上小时候他是怎么对皇上的？你质问朕呢？好，那朕就好好的质问质问你。你知道吗？额娘这一生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不是这太后的名分，是你。可你任性妄为，冲动易怒，假传圣旨在先，藐视皇帝在后。你说，额娘在地底下能安生？皇上，四哥，臣弟求皇上了。额娘就这么一个心愿，
额娘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，只是皇上一句话，只是皇上一句话呀！就是一句话。如果额娘临死的时候，她肯要的话，朕给额娘就是。可是额娘不要，额娘要的是你的平安。老十七啊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孝吗？孝就是你的平安，父母的安心呐。你明白吗？来人，果亲王藐视国法，假传圣旨，先关入宗人府，等候朕的发落。这胤禛，你把骂朕的话给咽回去，要不然你不仅没有好下场，而且会连累你的家人。这是额娘不希望看到的。咽回去。阿玛，你已经在王府里待好几天了，你不回去看看吗？想回去，但是不敢回去，那里全是太妃娘娘生前的样子。我明白，我都明白。我们小时候在一起长大，她特别喜欢莲花。所以我就在家后面种了一大片莲花。如今人不在了，但莲花却还开得那么漂亮。你叫我怎么面对？怎么面对？阿玛，你别难过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兴许他到了一个更好、更快乐的地方，幸福的生活着呢。是啊，福晋，鄂林阿大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二嬷，什么事这么慌张？宫里传来消息，说王爷假传圣旨，被关进宗人府了。什么？佳佳，佳佳，福晋，你这怎么了？要不要请大夫啊？不要！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王爷救出来。怎么办？现在该去求谁呢？唉，这宫中那么多人，一个都不熟悉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平时不跟人打交道，到了关键时候，都找不到人帮忙。我知道了，还可以找他。谁呀？谁呀？熹妃娘娘。熹妃娘娘，我说了那么多，您倒是给句话呀。那都是皇上决定的事儿，本宫也无能为力啊。哎，娘娘，我知道您心里还恨他，可是那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，是我牵绊住了他。福晋在说什么？本宫听不懂。娘娘懂的。要不奴才们先退下吧。这有这么一大桌子菜，本宫夹不到，你们一个也不许走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！哎，要不是你，福晋也不会弄成这个样子。福晋，苏公公，快搀福晋去坐着。福晋，来起来。熹妃娘娘，坐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这。你这是何苦呢？熹妃娘娘，我不求您别的，就求您能够听我把话说完。你说吧。
那天晚上你们要走，我一早就知道。我悄悄地把所有钱都塞进了王爷的包袱，可是王爷走到半路发现了，他怕我没有钱过生活，就半路回来找我。谁知道，正好看见我上吊。就在这时，二嬷又告诉他我怀孕的事，我们才把他给牵绊住了。原来是这样。熹妃娘娘，这个世上只有您能救他了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！贾传圣旨是死罪，本宫又该怎么救他呢？哎，我说各位大人，你们都听说了吧？这皇上刚刚提拔了一个官员，3品呐，这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来头。能有什么来头？谁知道啊？我看呀，不过是投机取巧罢了，就跟这皇上身边的太监似的。张大人，你说是不是？不，他和太监还是有区别的。哦，太监下面没有，他还有。哎，我们寒窗10年还不如一个小混混。各位大人，各位大人，初次见面也不知道各位大人喜欢什么，备了一份薄礼，不成敬意啊。您先请。有。天会来事儿的吧？这。您请。哟，这可是正宗的西洋货，花钱都不一定买得来啊。这李大人可真够慷慨的啊！大人们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来，各位大人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。你刚才不是问为什么10年寒窗苦读不如一个小混混吗？答案就在这上头呢。你看看这个，哦，瞧见没？啊，怎么样？一个3品官1个月的俸禄不过如此啊！看看吧，人家这个全用在刀刃上了。这个好，路象征着吉祥。哎，对，大人这个好，果然有一套啊。不是有一套，而是好几套。慢慢走着瞧吧。哎呦喂，这是谁呀？瞧着眼熟又不敢认。苏公公，您吉祥。不敢当，您现在是朝中的大人了，应该奴才向您请安才是。苏公公，我曾经跟你说过早晚会当官，现在你相信了吧？相信，当然相信。苏公公，我看您混得也不错嘛，现在已经是储秀宫的大总管了，是不是？托您洪福。您托不上我的福，我们走的路不同。当然，我是太监，您是大人；我是奴才，您是主子。你错了，我是靠自己，你是靠别人。靠自己的人，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；而靠别人的人，却总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对，以后还得托您照顾着。啊，上一回向皇上举荐您的事儿，您别放在心上，奴才我真的是尽力了。心有多大，路就有多远。您觉得我会计较这种事儿吗？不会，当然不会。这个呀，是西洋上贡的上好鼻烟，皇上赏赐我的，我把它给你了。这无功不受禄啊！你呀，先存着它，以后啊，我早晚有麻烦到您的时候啊，存好了。不都说了吗？别跟着，耳朵一个个都聋了。娘娘，奴婢怕。怕什么？怕本宫自杀是不是？要自杀，本宫就不出来了。好了，跟你们说实话吧，本宫就是睡不着。
本宫想出来动一动，动累了也好入眠。多放心吧，散了吧。娘娘，谁也不许跟着，都回去。是。这些人都是贱骨头。莲儿，这么晚了，她去哪儿啊？莫非有什么秘密？行，进去吧。嗯，去吧，快点啊！你不恨我吗？不恨了。这样就算死，我也能安心了。你不许说死，我来就是不要你死的。大清律明文规定，假传圣旨者死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卷进来。你走，你快走！王爷，王爷，你听我说，皇上表面上看起来凶悍，实际上皇上非常脆弱，他很体谅人，也很重感情。你想一想，你们童年有什么美好的记忆？你写份奏折给皇上，皇上一定会放过你的。我跟皇上之间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如果能够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我就不会来这宗人府了。你能来看我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我死而无憾。王爷，你不能放弃你自己，你还有佳佳，还有没出世的孩子，还有我。什么感觉？暖的，滑的。对，暖的，活的。你松手，就会变成寒冷的冰。你让佳佳，让孩子，让我们的下半辈子都变成寒冷的冰吗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？臣妾所言句句属实，他们现在还在一起呢。不可能，莲儿不是这样的人。皇上要是不相信，可以跟臣妾去看，那2个人在一起，真是亲热的很啊。难道莲儿心里真的藏了个人？难道这就是她几次3番拒绝朕的原因？莲儿啊，莲儿，朕如此真心待你，你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吧？皇上，臣妾知道自己不聪明，但是也不至于笨到这个地步啊。要是臣妾冤枉了熹妃，皇上可以责罚我，也可以把我打入冷宫。我干嘛要来自讨这个没趣呢？好，那朕随你去。可是你记住了，如果不是的话，你自求多福吧。走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他们就在前面。臣弟参见皇上。人呢？
还在这儿呢。朕问你，刚才谁来看你了？皇上，臣弟一直在睡觉，没有人来看我。不可能，莲儿刚刚明明就在这儿，臣妾亲眼看见的。皇上如果不信的话，可以去问狱卒们。问狱卒？狱卒私自放人进来，肯定是收了别人的好处，怎么可能不打自招呢？皇上，皇上赶快去储秀宫吧，肯定能发现什么的。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哎，一切都还顺利吧？怎么才没回来呀？已经被人发现了，幸好老爷鼻子灵，闻到了女人的香味，要我立刻就走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皇上驾到！去，上床，快点，快！去，盖上。参见皇上。万岁爷，奴才去传膳吧。皇上要不要？皇上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奴婢跟娘娘聊天呢。是啊，昨天晚上我睡不着，我就让玉树还有苏公公陪我聊天。啊，皇上，那奴婢就先告退了。奴才去传膳了。皇上，你手怎么这么凉？我从小到大手都是凉的。小时候阿玛带我去看过，大夫说我可能是气血不足。多吃点血燕，好好补补。臣妾知道。大胆灵儿，你敢骗朕？莲儿没有。这脚印怎么解释？这……你老实给朕交代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见了谁？灵儿，你敢隐瞒朕？你快告诉朕，不然朕饶不了你！来，你帮我在这看着，我去坤宁宫一趟，有什么情况立刻来报，知道吗？是。去。听娘娘过目。这些都是你给熹妃开的方子。回娘娘的话，是的，医案上都有记录。这熹妃刚刚受到册封，理应受到圣宠才是。她为什么要拒绝皇上呢？奴才不是说了吗？她为了让皇上多来皇后娘娘这儿，为了后宫和睦啊。照你这么说，她倒是个好人了。没错，今天晚上也是这样。果亲王福晋挺着大肚子来求他，他于心不忍，才替福晋去看看王爷。哪知道被千贵人给看见了。皇上现在不依不饶的，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啊！娘娘，熹妃娘娘一直说您天生就是菩萨心肠，您应该替她说句话呀。奴才想这样就一定没事了。可是皇上都看到脚印了，本宫还能说什么呢？奴才斗胆，请容奴才进一步说话。那本宫就试试吧。你就打算跟朕一直这么耗下去吗？别以为朕爱你、宠你，就不敢叛逆。朕老实告诉你，朕的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。快说，三更半夜出去，都见谁了？皇上真的要听实话吗？好，我说，莲儿，莲儿，皇上，臣妾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
你怎么来了？回皇上，臣妾怎么连你说话也吞吞吐吐的？不瞒皇上说，臣妾本来对这个熹妃挺有成见的，因为她过去毕竟是臣妾的侍女，可是后来她却得到了皇上的专宠，所以臣妾就一直都不理她。可是没想到这孩子他为人特别诚恳，他每天都来坤宁宫给臣妾请安。后来臣妾就跟他开玩笑说，你若是每天给本宫端一杯露珠来泡茶，本宫就原谅你。哎，没想到他真的就这么做了，而且还天天都坚持着。这不，今儿个臣妾还没有喝到茶，这嘴瘾犯了，所以刚刚冒冒失失的闯进来，还望皇上见谅。是这样吗？是。那你今天出去，也是为了采集露珠？是。露珠呢？皇上，这就是娘娘新采集的露珠。好了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为什么一直不敢说呢？还不是为了迁就臣妾。皇上想想，若是被皇上知道了臣妾处处刁难皇上宠爱的妃子，那皇上一定会降罪于臣妾的。所以臣妾现在越来越觉得莲儿，不，熹妃真是一个好姑娘，往后啊，臣妾一定要好好对她，所以还请皇上放心。来，起来。莲儿，朕在这个世上，从没有彻彻底底的相信过一个人。但愿朕可以全心全意的相信你。朕再问你一次，是这样吗？我究竟该怎么回答？算了，王爷的命要紧。是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朕改天再来看你。恭送皇上。昨天晚上真是好险啊！你知道本宫这个人是最不会说谎了，说出那些话的时候啊，本宫浑身都是麻的。要皇后娘娘为臣妾说谎，臣妾真是过意不去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。之前啊，本宫是因为不了解你，所以才产生了那么多误会。现在本宫知道了，本宫会好好护着你的。谢谢皇后娘娘。哎，果亲王福晋快生了吧？可不是吗？你说这小孩子一生出来就没有爹，多可怜啊！皇后娘娘，能不能想想办法把王爷给救出来啊？这……你来宫里没多久，有些事情你还不清楚。皇上跟果亲王母子，他们之间一直心存芥蒂。俗话说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如今这系铃人都已经不在了，你我又怎么说得上话呢？搞不好就会像昨天一样，不但救不了果亲王，反而把自己都给搭上去了，这又何苦呢？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难道看着王爷去死？不会的，王爷他不会死的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这太妃娘娘刚刚升天没多久，皇上就把王爷给关起来了，外面已经都风言风语了。倘若这会子皇上再把王爷给杀了，那不就出大乱子了吗？
就算皇上不在乎别人说什么，他也是一国之君，也要为百姓做个表率啊。再说了，你看这王爷已经被关起来这么多天了，皇上都没有动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不就是想关他几天，到时候找个由头把他放了了事吗？真的吗？应该是的。你千万不要多说什么，否则真的是会出人命的。你跪在这做什么？回皇上话，臣妾是来请罪的。哦，这么说，你承认诬陷熹妃了？不，臣妾只是棋差一招，既然拿不到证据，只怪自己太疏忽，理应受罚。下去吧。这一桩桩一件件，都充满了疑点，朕到底该相信谁呢？苏公公，您吉祥。苏公公，您看您这一堆东西得烧半天吧？我们几个还有事儿，能不能让我们先烧啊？苏公公，您看我们这儿帮帮忙。烧吧。谢谢苏公公。哎，等会儿。这么好的红木烧了多可惜啊！这些可都是从畅音阁拆下来的上好木头，上次皇后娘娘差点掉下来，太妃娘娘还为此送了命。青天剑说必须烧了才能保畅音阁的平安，我们做奴才的半句话都说不上。我知道，可惜了了。娘娘，您看，年久失修的栏杆断掉，这断口必然是不平整。可是这个断口平平整整，仿佛是有人做了手脚一般。这说不定是件好事。倘若皇上知道是有人故意陷害才导致秦太妃病故，那他必然会觉得对不起王爷，自然也就不会再处罚王爷了。可是这个陷害的人是谁呢？皇上！娘娘心里怀疑谁？那天千贵人突然大叫皇上，倘若他不知道这个栏杆会松动，那他这个举动最多也就让本宫出个丑。除非他知道我跟皇后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会掉下去，他才会这么做。那天因为事发突然，所以没有人注意到他。你觉得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。可是我们没有证据，说什么皇上一定也不会相信我们的。要证据也不难，娘娘听我说。皇上，这都过了头七了，大家也都很累了，不如今儿个晚上就散了吧。不行，朕之前说过要守期8个晚上，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。皇上是属马的，太妃娘娘是属鼠的，属相上，你们2人犯冲，若是过了头七还守着，恐怕对太妃娘娘不利啊。不如这样如何？找一个跟太妃娘娘属相相合的人替皇上守夜，不就两全其美了吗？那什么属相跟属合呢？据臣妾所知，好像是蛇。在这里，好像只有千贵人是属蛇的吧？
回皇上话，臣妾是属实啊。那好，那就由你替朕给太妃娘娘守灵吧。可是皇上，我怎么？你不愿意替皇上效劳吗？那倒不是。那就好。那今儿个晚上就有劳你了。太监宫女们都散了吧？老话讲，守灵守灵的，其实就是说亲人与死者之间的交流。你们都在这儿黑压压的站成一片，这太妃娘娘的灵魂可就不敢来了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皇上，皇上，请留步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皇上，有一件事，希望皇上帮着裁决。太妃娘娘，您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您不要来找我啊！不要来找我！太妃娘娘，钱贵人，你害得本宫好苦啊！要不是你把栏杆弄松了，本宫怎么可能这么早就去了呢？太妃娘娘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还说不是你？阎王爷已经查出来了，就是你把栏杆弄松的。阎王爷要本宫把你带到地狱去，上刀山下油锅。来吧。太妃娘娘，天地良心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陷害我。您不是要带我下地狱去问阎王爷吗？好，我就跟您下地狱。我倒要看看阎王爷他会怎么说。苏培盛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们是故意设圈套，想害我是不是？还好我没做过这样的事情，否则我就被你们害死了。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把这个苏培盛给我抓起来！别！来人，把这个苏培盛给我抓起来！皇上，你们闹够了没有？额娘刚刚去世，你们这样吵她，她能安生吗？皇上，您都看见了，他们污蔑臣妾，他们要置臣妾于死地，请皇上替臣妾做主啊！皇上，还有你，朕一向觉得你是识大体的人，你怎么跟他们一起胡闹呢？回皇上的话，太妃娘娘的死实在是太蹊跷了。有什么蹊跷？那你查出什么了？啊？胡闹！还好是你提前通报，说苏培盛拿了那堆木头，要不然本宫也不会这么顺利的过了这一关。这个赏你了。啊？以后好好当差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这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皇上，臣妾参见皇上。行了，免礼。谢皇上。朕许久不来，这里的陈设变化挺大的。是啊，臣妾就想皇上能来，看着新鲜，所以就让他们定期把陈设换一换。其实嘛，陈设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颗心。今天的事，你受委屈了，朕特地过来看看你，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。
后宫的和谐很重要，你明白吗？臣妾明白。明白就好。朕先走了。皇上，您别走。臣妾每时每刻都盼着皇上能来。今儿个皇上好不容易来了，做都不做就走，是臣妾做错了什么吗？还是皇后娘娘和熹妃娘娘那里有什么，是臣妾这里没有的？皇上，就算臣妾再不济，臣妾心里一心一意的只有皇上您一个人。至于其他人，您能那么确定吗？皇上，皇上。